台中市長羅秀燕佇前國民黨副主席在地囡仔連勝文陪同之下，來到台南蓮雅堂馬兵爺故址，替台南市長參選人謝龍介徛台輔選。三個人更是佇咧台灣通史頂懸簽名。羅秀燕希望這回台南會當拍一場文化選戰。台南這擺的這個選舉咧，市長愛有歷史感。愛有文化的氣質哈，龍介哈，長期以來守護台南、守護台灣哈，也因此伊是上典型哈、上有代表性的台南子弟。台南已經33年無輪替啊，共同來寫歷史，就親像馬兵爺的歷史共款，互台灣有一擺新的輪替的歷史，造福台南市民。藍色是不放棄的顏色哦。當然，今天我們還有民眾黨的朋友，那我要跟大家，因為中華隊的衣服剛好是藍色加白色，所以藍色加白色是不放棄的顏色，大家說對不對？羅秀燕展現家母屈勢，不止拿贏民代，民眾黨議員參選人也專程對調調。前往公安宮樹頂大天後宮甲武廟參香祈賀，羅秀燕對廟方保存的媽祖西裝樓古文物相當有興趣，也特別佇咧武廟知名大丈夫匾仔頭前下野留念，更前往赤崁樓上款食米粉、浮水魚雞等台南美食，吸引不少遊客來翕相，替府城做了觀光行銷。人講羅秀燕真夠選舉哈，啊選到變攏當選，啊我即擺是愛回報別人，愛回報別人哈，因為我是大家幫忙，我才會當連選連任。羅秀燕最近轉台行透透輔選，即屆專工南下小聽謝龍介，唔但替台南選前加分，也互看做是佇咧累積全國政治能量，替未來更高層的選舉來做布局。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。